国际奥会第12个时是对外宣布要甲俄罗斯奥会停权，而且是随实施。理由是俄罗斯侵犯乌克兰领土的完整性。俄罗斯的奥会是批评讲这是政治决定。不过国际奥会嘛表示讲，停权未去影响俄罗斯的选手以独立运动员的身份去参加比赛。俄战争拍袂煞，国际对俄罗斯的制裁国家一项。国际奥会第12日宣布对俄罗斯奥会停权立即生效，理由是俄罗斯奥会伫咧初五单方面决定，甲乌克兰国家奥会辖下4区的体育组织纳入变做因家己的成员，分别是顿涅茨克、赫尔松、卢甘斯克加扎波罗热。The suspension has the following consequences: the Russian Olympic Committee is no longer entitled to operate as a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as defined in the Olympic Charter, and cannot receive any funding from the Olympic movement. 俄罗斯奥会批评停权的决定是政治动机。其实，俄罗斯自2015年被发现官方暗中伫咧帮助使用禁药的行为，就和国际电总禁赛，一直到今年3月才解禁。因为俄乌战争，俄羅斯加白俄羅斯的選手只可能會當用中立的身份參加比賽。國際奧會講，索落來也同款。The conditions for the INA athletes, the independent athletes, remains exactly the same. The suspension of the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doesn't affect in any way the participation of independent athletes. 不過烏克蘭是堅持，若是無對俄國加白俄羅斯的運動員全面禁賽，將會抵制明年的巴黎奧運。也強調體育袂當脫離政治，同時譴責俄羅斯利用運動員做宣傳。公司新聞鄭偉林、張建光編輯。